嘅決賽。咁啊，即將進行我哋嘅歪鼓儀式啦，係拜師傅儀式。啊，呢個時候咧，佢哋嘅檢查緊佢哋嘅安全裝備嘅，好歪鼓。呢場男子 B 組51公斤級嘅對決。第一回合。係啦，中，前頂身，中，夾實，得翻低個頭，OK 嘅，係啦，支持，放鬆，擘闊腳。擘闊腳係啦，放鬆，調勻呼吸先。中，收低頭，收翻低下，唔好再嚟啊！啱啊！一手啊！手慢慢高，你行入去手高啊！坐低。高，撞啊！再打兩場可以撞啊！係啊，推住先。個頭啊！中啊！放鬆。有啊！走位，走橫，大啦！走橫，手高啊！打邊走，唔使揀咁多揸啦，夾實啲座啦，放鬆啲，走位。個頭耷低，手高頭低，手高頭低，唔使咁樣做啊！出去，攞高啲，摸頭摸角，係啦，攞啲聲大啦 ，OK 啦。手高入去，手高入，唔好踢，唔使啊，正係咪？打斷撞身，夠，好嘢，10-20，揼低頭。OK。嚟啊，結束。低頭。
左手離場 ，second shot。記住手高啊，打個核心啊！你打我先，你會咁。係啊，你即係打完你又要打左口，你講得太鬆啦個核心啊，打實核心。打我又再打左。加油啦！係啊，做咩？走橫，落腳啊！正。係啊，走位，攞咗走，忽然間一聲，耷低頭，踢完個腳，好腳。冇放鬆，吸氣。OK， 勾吸，前勾後吸。放鬆啦，手後擊。走位。OK。四下，打咗先。跳啊！係咪？貼到兩啊！結束。我緊張。嗰陣時唔好人去踢，突然間手擺呢度得啦，打球嗰陣時，我手得翻嚟，記唔記得點樣掹手？有佢先打死，踢走位，好俾佢踢完之後，俾佢攞翻分。打到咁做緊咗，走佢啦！佢點樣攬我開始拍，揼低個頭。好。耶！喂，加油，熱情！加油！大杯！最後一個啦！吸你，冇嘢，係咪嘢啊？跳啊！
冇嘢冇嘢。唔使追啊！又唔追啊！啱啊！我哋都請雙方嘅選手去到台嘅中央，我哋首先望一下調整收分時間。我呢場嘅班咧，今日請到李金全指導。轉頭。都好嘅。五位裁判判決人一致，洪江城。我哋俾會嘅吳正熙，嚟到男子 B 組50公斤級嘅賽事。阿倫 Sir 影相。細佬上去影相。你兩個上去。仔唔講我。你兩個上。好嘛，雙方可以嚟到台上面攬照，亦都請下李金泉師傅幫我哋頒獎。